艺术水阁好，国请解说两句啊，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意。好朋友，工商社会真美，饲百样人。事实上，有真侪迄个搞碰风的嘛是有。台湾话有诶吼，伫咧批评，伫咧讲即款人。当然，咱今日捡出来是半讲笑，大家互相研究。煞毋知讲有一款人，尤其翁仔某中间咧相处。若某无伫个翁拢讲大声话，尤其伫咧酒宴中，平朋友伴，迄个话讲落，互听到会寒呢。按怎样讲？这专门咱台湾的一句话形容词，讲或者伫咧顶单田，某无伫遮，做翁的甲朋友酒啉落尔，小可水两杯啊。我甲你讲，阮某吼伤假少赞，吼，伊一寡朋友伴，一寡甲伊同道食酒，遮个朋友弟兄目睭睇甲大蕊，呾想讲你是咧讲啥？伊嘛咧想讲，恁是咧看啥啦？当事人头壳挖转去，才看讲，原来因某一定来徛伫后壁。但无阮翁做翁的，你是咧讲啥货？顶单田的时阵就到啊！阮某若伤假少站我是应该啦吼，这就叫做顶单田啦。毋则讲吼，咱这毋是咧批评别人，咱是家己咧半讲笑。做人毋通伤过头顶单田，因为顶单田顶到尾啊，闹开就会。佮另外一句台湾话，咱来讲简单，讲叫做断胸坎。即句断胸坎，咱嘛知影讲，这都一个动作尔。毋过尾啊后半句，人佮接一句讲胸坎断甲乌青。所以毋知影讲吼，真侪代志咱做袂到，咱毋通讲保证。偏偏有一款人，再三再四，就是要断胸坎，就是甲你讲，我甲你做甲到。好到尾啊，俗语话伫咧讲，因人正正，误人空行。你讲保证的代志无法度达成，误人呢？因人较惨欠人，办袂成，误人到尾啊！原来时间，原来安排种种动倒去，造成人的损失呢。毋则讲胸坎毋通断到乌青，这无较长啦。啊，讲即款搞碰风的人，原来有迄个规矩的俗语话咧描写哦，有迄个典句接的句，有迄个看起来山抽啊，毋过伊雕工的啦。雕工行路的时阵吼，就放互安尼喘，安尼响。人一句话伫咧形容，咧讲吼，即款人袂肥假喘。啊，这典句。下半句，搁半句伫咧接讲吼，袂肥假喘原因就是袂有钱假好野人款。有足侪人讲着背对，就是要拼行情；讲着背对，就是要激民主。讲吼，啥物股啊啦、嫂啊啦、叔啊啦、伯啊，拢1万2万咧对啦，咱兜袂使闹开啦。无想讲，咱兜米翁啊已经咧人老安尼，无想讲，咱兜已经无米通去落顶，共款袂有钱，伫咧假好野人款。即款的人，俗语话，人讲到尾啊，就无介好听。典句讲叫做碰风水家，下句咱嘛知，水家看起来袂输，敢若大暗龟啦。事实真正掠来抬的时阵，碰风水家就抬无吧。即款的到落尾就会加闹开就对啊啦。